你开车把我的鸭子压了吧？对啊，压了呀。哎呀，你给我100块钱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没问题，我给你了呀。哎呀，你拿着我的鸭子什么意思嘛？这我肯定要拿走啊，我都给你钱了。这个钱给你，这个钱是给的他这个鸭子他的命的钱，你给的。那这个钱不给你了，那给鸭子不就行了吗？他这个鸭子是我的，他我儿子养他小的时候我养的他。那你不能管管吗？你看到处都走。哎，这鸭子身上有马路吗？他身上开干什么嘛？再说这个怎么管嘛？他鸭子怎么管嘛？你小孩有吗？有啊。你小孩几岁嘛？2、3岁。啊，他听你话吗？现在不听，他小嘛。啊，这就是啊，我这个鸭子也小的，他现在3岁左右，他怎么听嘛？叛逆期到了，他的今年的高考他都没去考，听我的话嘛？他不听的，你什么乱七八糟就说的这个？你听啊，这100块钱我相当于把你鸭子买了呀。这怎么买价啊？你别笑，自己儿子卖的有吗？这种啊，我老婆生他的时候，他困难的很多，他那么辛苦，我老婆生他的时候，剖腹产的日子怎么弄啊？啊，他剖腹产的日子，他辛苦的生下来卖吗？儿子，你什么概念？说的这简单的很多。不是大哥，你听啊，我刚刚开车把你鸭子压了嘛。然后我钱给你了嘛，100块钱，相当于我把这个鸭子买了呀。哎，你这种话说的，哎，我开车刚好撞一下你嘛，我给你家里人一点钱，你跟我走嘛，这不行，啊，这一样了嘛，这种这不行，这道理一样，拿着这拿过来，这种的话就你别笑，有这种情况吗？钱给了鸭子。这个烤了吗？你这是什么时候烤的吗？这个调料都你，哎呦我的妈！那下次这里话都带骂你啊！我